將林奇靈修默想資料係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培訓部提供。日期2025年12月23日，第24天。主題同在。題目在困境中的呼求。經文詩篇84篇8至9節。萬軍之耶和華上帝啊，求你聽我的禱告。雅各的上帝啊，求你側耳而聽。上帝啊，我們的盾牌，求你觀看，求你垂顧你受膏者的念。筆者人生其中一個最困難嘅時刻，就係爸爸患重病嘅時候，媽媽都患病，每一日要不停咁樣往返醫院。記得有一次喺乘搭公共小巴離開醫院嘅時候，我終於忍唔住落淚啦。嗰一刻覺得自己好困苦，好無助。我求告上帝，同佢講：我快支撐唔到啦，我就快被擊倒啦。詩篇84篇8至10節揭曉咗詩人佢一開始就極力咁樣讚美上主，因為佢被惡人圍繞。喺呢個禱文入邊，詩人向上主發出兩個呼求：求你聽，求你側耳聽，求你看，求你垂顧。喺舊約嘅裏面，受膏者係指上主所揀選並且膏立嘅祭司、先知同埋君王，而盾牌可以比喻大衛或者佢嘅後裔。詩人為君王代求，求上主垂顧他，使到整個國家都蒙福。歷代志下20章記載咗猶大王約沙法受到摩押人同埋亞捫人攻擊，感覺到非常之懼怕，所以佢喺全國宣告禁食，並且喺聖殿新嘅院宇前面呼求上主嘅幫助。上主安慰佢哋咁樣講：不要因這大軍恐懼驚惶，因為勝敗不在乎你們，而是在乎上帝。這次你們不要爭戰，要擺陣站着，看耶和華為你們施行拯救。不要懼怕，也不要驚惶，因為耶和華與你們同在。歷代志下20章15至17節。喺第二日，佢哋設立唱歌隊，走喺軍隊嘅前面歌頌，上主就使到敵軍陷入混亂，自相殘殺，最後大軍被滅盡。約沙法王率領百姓歡歡喜喜咁樣返到去耶路撒冷，以敬拜進到上主嘅殿，國家亦得享太平。弟兄姊妹，當你遇到攻擊同埋危難嘅時候，你會唔會感覺到懼怕呢？禱告能夠成為我哋經歷上主保護嘅最強盾牌。喺禱告入邊，我哋唔單止呼求上主嘅傾聽，我哋亦都要安靜等候佢嘅回應。詩篇入邊細拉嘅意思係指音樂停頓，讓到唱歌者同埋聽眾都能夠默想上主嘅話。
默想、讚美同埋禱告成為咗我哋經過流淚谷嘅力量來源。唔好因為惡人嘅攻擊而恐懼，因為勝敗不在乎你們，而是在乎上帝。我哋一齊祈禱。親愛嘅主耶穌，當我唔明白喺漫長嘅黑夜裏面點樣可以繼續禱告嘅時候，祈求你剛強我裏面嘅力量。我相信你依然愛我，俾我有力量，俾我有盼望，使我喺試煉裏面仍然能向你歌唱。阿們。